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有盧法亨咧，同大家講八卦象數療法啦。今集呢個號碼咧就係有朋友提問啊，因為佢有屋企人咧就係有輕微中風啊，個面咧係有一半咧麻痹、神經麻痹、流口水，就難以控制，好似嚴重咗。本來咧就會有少少咧左右咧係覺得塊面係唔對稱。咁跟住咧，就慢慢喺個零月之後，佢哋咧就發覺嚴重咗。佢呢個 fans 嘅屋企人因為年紀大啦，咁佢就不以為意，就以為咧冇問題，佢就唔知道咧係嚴重咗。咁收尾咧就係因為同屋企人食飯，先發現佢有一半咧就係塊面咧係想中風。咁對於咧面癱中風嘅號碼咧，我就揾咗呢組號碼咧，就係幫佢啦。呢組係幫助舒緩面癱中風嘅號碼咧，就係0010066604500。我重複，舒緩面癱中風嘅號碼咧，就係0010066604500。咁大家記得啦，呢組號碼咧，亦都係可以貼喺枕頭嗰度嘅。咁啊貼喺枕頭嗰度，咁就係每晚咧就咁瞓咗落去就可以噶啦。我之前都同大家講過，買一啲大嘅醫療膠布，就寫咗用油性雙頭筆寫咗號碼，拎開個枕頭袋貼喺個枕頭嗰度，再套翻個枕頭袋，咁就瞓呢個號碼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咁啊，亦都有啲號碼咧就係唔能夠貼嘅，譬如腰以下嘅號碼、腳啊，咁你咧因為貼喺頭嗰度瞓覺咧，個效果咧就唔係咁大嘅，咁所以大家就要了解啦。咁念呢組號碼之前咧，飲一杯溫熱嘅水啦，飲一杯溫熱嘅水咧，對你哋大家咧用八卦象數療法咧係好有功效嘅。咁啊記得啦，亦都係一樣，手機校靜音，關掉電視聲響啦。遠離大型電器、電視、雪櫃、洗衣機、充電寶，有家電咧，有輻射嘅家電咧，都要遠離嘅。咁啊，呢組號碼咧係可以係安坐舒適、躺臥，亦都可以念嘅。最緊要咧係靜心咁念，電話亦都要校靜音，唔好叮叮當當咁一路東張西望咁樣念咧，就冇效果噶啦。因為咧呢組號碼係關於你面癱嘅話。咁我就會覺得咧，大家咧最好就用多少少念嘅方法，因為大家知道啦，我以往都有講過啦，八卦象數療法咧，其實念係好過你貼，貼係比較慢啦。咁啊，如果你哋可以念到嘅話，就最好啦。咁一日裏邊咧，呢組號碼咧就係要念達1個半小時，因為咧呢個病咧面癱中風咧。就唔係一朝一夕，同埋咧有可能咧佢本身係會有其他嘅地方咧係退化，或者係有其他嘅地方係會繼續中風。咁所以咧念呢組號碼，大家就要記住啦，就係要念耐少少，達1個半小時，以防佢咧有其他嘅地方咧可能係會繼續中風嘅。咁如果念咗呢組號碼咧，就起碼保障佢咧係唔會繼續惡化落去啦，同埋咧就係可以令到佢咧係可以睇到明顯嘅效果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佢念唔到嘅話咧，咁就用貼嘅方法去幫佢啦。咁亦都有咧係可以用記憶帶。咁呢啲咧就係記憶帶啦。咁如果大家係需要嘅話，就可以喺淘寶啦、書局啦、網上邊都可以買得到嘅。咁寫咗號碼喺記憶帶嗰度，跟住咧就拍落個手嗰度。咁啊，跟住咧就已經可以噶啦，就咁就可以噶啦。咁啊，大家咧記得就唔好用油性雙頭筆去寫，因為如果用油性雙頭筆去寫咧，佢就會抹唔甩噶啦。
咁最好就係用原子筆啦，或者係擦得甩嘅原子筆啦。咁用黑色嘅原子筆，粗啲號數嘅，咁睇得清楚啲。咁寫上去，寫咗之後咧，就跟住咧拍落隻手嗰度，咁就可以噶啦。每次其實用一條得噶啦，唔使用晒兩條，咁樣好方便。寫上號碼，跟住貼落隻手，咁就搞掂噶啦。咁亦都可以，因為有個好處就係用呢啲記憶帶咧，因為可以洗。你拆咗號碼之後咧，跟住就可以再用過啦。咁亦都可以用水洗。咁有其他款式嘅網上，咁呢啲係日本嘅，有好多產地嘅，台灣啊、日本啊、中國製造啊。咁你哋上網可以揾到，書局亦都有。咁悉隨尊便啦。咁用呢個方法啦。咁寫咗之後，你唔使理佢啦。咁亦都可以就咁每一日就咁用一隻就得㗎啦。如果你想加強，就左右都寫晒。但係記住，我提醒大家，唔能夠左右唔同號碼，一定要你個身體咧只用一組號碼啫，唔可以貪心，唔可以你瞓又一組號碼，手又一組號碼，腰又用減肥咁樣，唔可以。記得你個身體只係用一組號碼，如果唔係就亂晒大龍，亦都係經絡咧係會打亂咗。同埋記得飲一杯溫熱嘅水咧，就對你練八卦掌數療法係好有功效㗎。咁咧就記得，如果幫到八卦掌數療法幫到大家嘅話咧，就記得咧就最好捐100蚊或以上到紅十字會。咁如果大家就唔想捐錢嘅話，咁亦都可以捐血，我幫大家去幫助別人，共襄善舉。咁好啦。咁今集講到呢度，下一集就再同大家講其他八卦掌數療法啦。咁如果大家有乜嘢提問呢，就可以咧以下嘅電話啦，喺個版面下邊嗰度就有我嘅電話，咁可以提出提問啦。咁唔好忘記記得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 啊！拜拜。